大家好，好运动的时间又到了。今晡日呢，要同大家共下运动啊，还有俺的地仙老师。好，人家大家共下来运动。玉美老师要带大家来做俺的给俺的面哈脸部的运动哈，然后脸部有嘛，有讲七孔嘛哈，有两只木柱哈，是两个啦两个屁股，头皮要用到头皮有顺畅嘛，屁股的气咪要通畅。你讲当到人哈，到落去你讲我听唔到哈，讲乜嘅，讲乜嘅，讲解到有摸清楚哈。故说呢，然后呢，请地仙老师好，跟玉美老师共下来做示范，面我用来做运动，我用来做按摩。好，地仙老师请坐。好，那面呢？你看哈，那面哈，你假使讲，你看到他跟人提了个面，就讲今晡日，玉美老师，你今晡气色当好哦。我讲，你讲叫我转去看爸爸妈妈哈，去转去看老人家，你根本用吃到讲，人面色冇好看咯。其实面色哈，系那五脏六腑的呈现。心肝脾肺肾呀，内脏迄种强化，迄种足呀气色就好。假使唔好些呢，迄讲面层哈有黑眼圈啊，脸暗沉些咁样的呢，好，替呢，来做按摩哈，像地仙老师哈，用树枝哈，树枝人家眼眶呀哈，要木住下波可以按呢，好，去轻轻的，树搞我简单啦哈，按呢，轻一下，轻一下。好，要四周围，好，按呢按压，好，要偏没空用哦，按呢按压，黑七嘎希按样的做呢哈，我们一起做哈，黑七嘎希按样哈，看玉美老师按呢，停下来，吐气，好，吸气吐气，好，这样，好，睛明穴呀，够用呀，拇指呀哈，对不对？好，不用多两个。不用多压呀，安尼眉毛中间，好揉一揉，压一压，好，然后玉美老师来同地仙老师做哈，做迄人家蒙面膜呀前面，好，你讲目珠看唔清楚啦哈，目珠蒙蒙啊哈，然后呀对不对？好，看到呀揉一揉，好，安尼揉啊，按摩啊，那目珠哈。一放起来，一打开木珠哈，那气血就要循环的，就要开始用到它哈。好，安尼揉一揉，好，揉一揉，同样安尼，好，古呀面呢哈，也面กับ轮呀对嘞，因为因讲法咩哈，也面กับ轮呀爱因按摩，面กับ轮呀按摩，好，多叶片。好，还七嘎做些样呢哈，看玉美老师七嘎做些安尼，好，安尼揉啊，好，按摩同样要两片同样哈，接哈，按摩脸部哈，脸部按摩好气色跟随你，好，也还有按摩的地方哈，按摩的部分，够人家做木竹一样的做呢哈，地仙老师共下来做眼睛的运动哈，木竹哈，看电脑啦，看手机啊，你就一个方向，你天天侧盯着看。故说哈，眼睛运动哈，你就可以接做当日随时做哈。尤其你都给绿色哈，有树的地方啊，空气好有树的地方哈，你对眼目足的刺激跟按摩哈，我活化眼睛，它不容易老花，跟它不容易青光眼啊哈，眼目足有问题，我要看眼目足哈，有行。你始终的12点钟，你先看前面，好，目珠向东方看，12点钟，停到几哦，好，慢慢的转来，好，向右边看3点钟的方向，看3点钟的方向，目珠来，你会延展到你的脸部的肌肉，好，慢慢的转来，好，看9点钟的方向。来过去，你目珠当酸呢，当酸样呢。好，慢慢的转来，好，看下背6点钟的方向，好，慢慢的转来，
好，乡亲朋友，假使你教我们情书的话，你用一只数字哈，一只数字标在前面，你看一下这数字。好，各位点头冇停同，好，那呢，看一下看右边的数字。好，身体冇停同啊，好，看下背。好，慢慢的看左边。好，你按你看。好，搁转来。好，做好嘢木主撒一下。好，搁慢慢的打开来。好，按那个定点哈，右边、左边、上下左右做好嘢呢，按那木主啊，用什么点钟的方向来行哈？因为老师教大家行得到啊哈。好，什么点？1点。头脑冇停通啊，点头冇停通啊。2点。3点，乡亲朋友，向下走啊！4点，5点钟的方向啊，人木足哈，眼球旋转运动。好，6点，7点，8点的木足方向啊，9点，10点。11点、12点，好，go走到中间，好，木足撒一下，必须休息一下。乡亲朋友，你做木足运动的哈，木足会动酸源，这种酸源哈，就会促进刺激它哈，活化它，好，活络它的细胞。好，人家係從右邊到左邊，人家係到左邊到右邊啊哈，一天順時針個反時針啊哈，好呀哈，同樣11點的方向，左邊開始了11點，鄉親朋友，一鳴老師教我們呀哈，也就通咗哈，就是我對我自家好嘅，好本我自家嘅禮物，好本大家，我把所有。最好的对我自己，我怎么样对自己，就怎么样对大家，对乡亲朋友。故说我们可以按简单的动作哦，越简单，哈，越没负担。越简单的动作，你做起来对你的身体越没负担。就讲，越简单的动作，你做起来对你的身体越没负担。好，也记得了哈。乡亲朋友，也係一鳴老師木足動酸，好，因為有攝影棚啊，哈，也係行到有光害，也係你嘅光害動到呢，好木足接就會有嘅受到光害，好，故說你做起呢，你就會釋放那個眼睛的疲勞，好，慢慢的轉來，好，做完以後，鄉親朋友記得了，木足做完以後，夠睜大大的。好，慢慢的闭起来，啊，很舒服哦。好，盖头哦，睁开，睁大大的。好，闭起来，不用享受。好，做好嘢很舒哈，搓搓啊。好，你呀，意念不用用手掌心。好，吃的素可以是小小的哦，小小哦。好，各位按你哈，空掌盖起来。好，老个木足哈，吸收两个素的能量。好，各位盖起来以后呢，木足强强的睁开来。好，慢慢的打开来。好，一鸣老师呢，发木足的时间较短，脸部木足当中呢哈，你木足哈，把开木足开始哈，你气血啊就开始消耗，你气血就开始耗损呢。故说你接做你木足的运动，你看哈，你都特别是啊，特别是你抬头看唔到嘅你星星哈。你讲我转去庙里乡下，我都喺到庙里面，我转去乡下看公公婆婆、看阿妈妈也都转去哦，按不头哦，抬头满天星，为什么？因为一下光害太多诶。好，你个同样，你木足咩受到动态伤害，故说你做运动，好木足的运动，好，还有到义工哈，义工一下，因为老师教大家嘅秘密哈，就是数字哈，做食指跟中指轻点的哈，然后义工
也伫个穴道牵落去，好，安尼你就牵到呀，揉到呀哈，啊用一滴滴的力量，用一滴滴的力量按摩下去，好，个揉一揉，算10到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放下来，好，过来2公哈，接7个安尼，好，安尼盖起来，放松，有冇安尼？迄2公哈，迄肾脏啊，安尼5脏6腑哈，每个反应都2公，好，做几多诶？好，慢慢的，好，做回来，也喺2公的地方。过后呢，也玉美老师最后要教大家哈，睡梦去的，怎样会本有好的睡眠？好，请逸贤老师躺下来，头朝这边，好，很亲朋友，那个面啦，哈，那木竹啦，那2公哈，好躺平。当你睡梦去的哈，用一个毛巾，好，安尼。安尼，好，老记盖起来，好，安尼你就躺平休息。那你呢可以老人家安尼跟木足的疲劳啊，全部好释放，跟木足的安尼压力啊，全部减轻。好，压个木足面跟安尼2公的运动就做到了。当你咯，木足随时睁开眼睛，好逆弓，打开耳朵，好，你就会用到它。好，故说呢，要记得睡觉的时候将会让你好睡眠，好让你一夜到天明。好，呀哈，呀运动呢就做到了，要记得当你做健康、幸福、开心陪伴着你。